我会跟2集以上，多跟2集以上。早安咕，午安咕，晚安咕咕咕，姐姐爱你。大家好，我是罗小黑传记的导演木头。罗小黑传记大电影即将在9月7号上映，不对，即将，今天就是9月7号，已经上映了，欢迎大家前去观看。粉丝说粉了您几年都没有见过您的真容，为什么这次想不开接受采访？因为是 B 站的采访，不敢不接受。为什么叫 MTJJ 木头 ？MTJJ 是木头姐姐或是木头子子的意思吗？因为刚开始的网名叫木头，就是高中同学起的，就那个时候比较呆，所以叫木头。然后后来嘛，就是起名字的时候，木头这个名字重复率非常高，所以就在后面加了几句。对，可以叫木头姐姐，没事。姐姐姐姐爱你。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动画专业科班出身，那您原来学的是什么专业？又是怎么走上动画这条路的？学的是艺术设计，走上动画这条路，应该是刚开始是没想过的，后来被动画公司招了，于是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不归路。您说过自己一辈子画画也不会烦的，那最开始给您动画启蒙的是哪部作品？忘了。为什么在动画中很多细节都有 MTJJ 还有云飞、卡里的合作伙伴的名字，而且您的动画人物都是以合作伙伴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是出于什么想法呢？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嘛，我的同伴，我们是一起做这个动画的，所以我们想在动画里留下点什么。对，然后一来是好玩，二来是懒得起名字。您的微博曾提到长达半年才有第3集，可以说说这几年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吗？最困难，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吧。刚开始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是11年的时候，中国动画还处在非常荒凉的阶段。对，那个时候主要是盈利的问题。对，然后慢慢开始盈利之后，后面反而还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虽然也没有非常迅速的增长或者盈利但是至少慢慢的维持我们稳步的更快的去更新。对，说的真好。您会在 B 站看粉丝们的弹幕吗？觉得最有意思的弹幕是什么？会就是就每次发完那一集的时候，我们那天基本上就不用工作了。对，就那一天就在那里刷弹幕，刷，然后很多有意思的弹幕吧，然后就好多，有一类是找我们的彩蛋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没想到的那种吐槽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有点同质化哦，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注意一下。希望能看到一些更好玩的彩蛋弹幕对大家说的我和作者比命长怎么看？看到 B 站用户的评价，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吗？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我也是希望能更新的快一点。对，所以我们才努力的扩充团队，尽快的做嘛。明年会更新的很快的，谢谢大家。哔哩哔哩有很多喜欢罗小黑战记的粉丝，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有眼光。怎么办？全是这种问题。哇，点赞数好高！就电影上映的时候，一众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影院，激动到发不出声，说明我们的确是全年龄层的。罗小黑还是要一帧一帧的看。我觉得我要住在电影院1-2天了，住着你也没法一帧一帧看，还是以后上 B 站看吧。到时候买2张票，一张放东西，一张自己做。为什么买2张票？可以请朋友看嘛，对吧？这个请用唱的。早安咕，午安咕，晚安咕咕咕。但是我要解释一下，我基本上没有咕我只是慢而已对，我每次说完我都更新了，只不过就说的少嘛。我们这个也要唱的。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小黑啊。不予回应。小黑绑笔丢是跟无限学的吗？这样一想好像是挺像的，我的确没想过，但可以是学的。电影院里一群年轻人抱着骨灰盒在看《罗小黑战记》，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爱好？强烈要求电影院带暂停，望远镜我可以自带。请影院方考虑一下。所以你们还更新 TV 版吗？跟的，明年在 B 站你可以看到。熬到我生小孩了，影版终于出来了，但是9月12我在坐月子。没事，我们提到9月7号了。大坏蛋，大坏蛋的后面是，等一下，我想一下，这个是哪一个？这是正了吗？电影大卖了之后，1年可以多更2集吗？我会更2集以上，多更2集以上，但所以一定要大卖。曾经许愿下一集之前找到男朋友，结果真的找到男朋友了，来还愿，然后许愿下集之前结婚吧。那你结婚告诉我，我再更新啊。麻烦提供一下电影院找彩蛋的方法。找彩蛋这种事情一定要上 B 站，怎么能在电影院干？第1轮点映看完的本人每天忍不住刷一遍预告，苦苦等待2刷。我好难，我好想2刷。等你看到现在的时候，应该已经可以好几刷了。妈呀，小黑开口说话了！咦，居然是共青团中央问的，你没活干了吗？部分观众表示，电影前半段节奏过于缓慢，在导演的角度是怎么考量的呢？问得很直接。就是其实在剧本阶段或者分镜阶段一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是希望这个片子的观影感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非常任性的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其实这个片子的观影体验其实是跟随小黑的你会跟随小黑的心情去变化，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笑点或者让人轻松的地方全都删除了，你会感觉到可能沉重郁闷所以镜头的视角也会偏低，基本上是根据小黑的视角去认知观众会跟着小黑一起去认识这个世界，你们不知道的小黑也不知道，你们觉得闷或者不舒服的，小黑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非常任性的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法呢，是希望观众可以带入主角，你可以跟着他的喜怒哀乐，慢慢的中间变得开心，后面变得遗憾郁闷，然后到最后的爆发跟一些心境，我是希望能试着去让观众的心情跟小黑，也就是跟我们的主角去同步当然很多人会提出这个疑问，或者就是觉得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的原因但相信我如果想让前面变得很欢乐，其实我是能做到的但是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就非常任性的体验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前面做的时候，就很多人说你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但是我之所以这样选的原因之所以这样选的原因是因为电影院嘛，你要进去之后，哪怕前面再闷，你也不会跑出去的，对不对？所以对，所以我就想很任性的去这样去做一个，对，但得到的反馈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后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对，然后一直到最后被他们的感情所牵引，的确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节奏真有坚持没有，对，这算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导演或者创作者对一个叙事节奏或者对情绪把控的一个说任性也好，说个性也好，或者说怎么样都好算是一个实验，或者就是就想那么做小黑的原型是什么？故事的来源是什么？是怎么想到要做《罗小黑战记》这部动画呢？起源问题。小黑是我养的一只猫就很久以前养的一只猫，对，然后就叫小黑。是我路边捡的一只小野猫，就是那个时候还很小，就是一只小奶猫，所以我就把它捡回去养了，因为它跟着我们，就觉得有缘。
然后养了半年之后，养了很大了。养了很大呢，发现它野性难寻，对，但是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的猫都是捡来的，对，都是流浪猫，但是从小奶猫养起的，很少会有这种养不熟的情况，所以养了半年之后，它每天都是在那里挠门啊，上屋顶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哄下来，然后吃完了它就会跑出去，然后不放它出去，它就会一直挠门，然后挠窗户。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是顶层，顶层就是动画里小白的那个环境，对，所以小黑会跑到小白的屋顶上去躲起来，那其实是来源于生火的，对，那个时候它就这样跑出去之后呢，会有危险，因为那毕竟是屋顶嘛，它万一滑下去可能就摔死了，然后它会跑到其他家去，因为屋顶是相通的嘛，会跑到其他家去，可能偷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有一天发现可能被打了，就是眼睛会有淤血啊，或者类似这样，我们觉得可能他的这样生活的不幸福，每天也只是回来吃口饭，然后就上屋顶了，它跟野猫其实没什么两样，但是，而且它能跑能流浪的地方也只有屋顶那么小一块地方，就是一整栋楼的屋顶，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放了，就带到捡到它的地方一个郊外吧，就把它给放了。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遗憾吧，所以就创造了这么个形象，然后把它做到故事里，然后在故事里给了他一个我理想中的结局，对，就他留下来了。罗小黑战记动画有计划好的大纲吗？预计多少集完结？有生之年能做完吗？有大纲，预计多少集嘛？现在其实，没有那么确定的，因为毕竟是大纲，但目前规划的故事可能已经到50-60集了这样的一个长度吧，主持人深吸了一口气，什么时候能完，反正肯定会尽量把它做完，对，尽快把它做完，对，怎么了？你们很想它完吗？原来 TV 版的人物会在电影中出场吗？会有个别出场，你看了就知道了。这次大电影是真的没有彩蛋吗？怎么可能没有彩蛋呢？这只是个被人类遗弃的地方。小猫？这座石头城曾经充满了浓郁的灵力，诞生了很多妖精。我们都是被人类赶出孤独的。不要怕，我们是同类。那可是无限最强的执行者。快走！可是走啊！小黑丢了，一个人类就让我们这么狼狈。风雪，露珠，天虎。你想报复人类吗？我只是想回到森林里。以后逃跑就要接受惩罚。我不跑了，快放开我！那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更多精彩访谈，请关注哔哩哔哩国创长按大拇指一键3连。